过了60岁，您的肾脏功能已不如从前强健。然而，大多数人从未察觉到早期的损伤，因为这是悄无声息地发生的。您可能认为只要避免盐分、多喝水、远离酒精就足够了，但真相是什么呢？您每天吃的某些食物，那些您认为安全的食物，可能正在悄悄地损害您的肾脏。这不是关于罕见或异国情调的食材，而是关于台湾家庭厨房中常见的7种食物，从超市或架上的主食到看似无害的零食，它们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内在却会引发发炎、氧化压力和毒素堆积，而老化的肾脏已无法再处理。这些问题在这部影片中，我们将揭露全部7种食物，解释为什么他们在60岁之后有风险，并向您展示更安全的替代品来保护您的健康。60岁之后，千万不要吃这7种食物，您的肾脏值得更好的对待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李建国，一位来自台中的72岁退休公车司机，生活很有规律。自从妻子过世后，吃饭对他来说更多是为了快速方便，而非营养考量。大多数下午，他都会选择泡面，快速、便宜又令人感到安慰。烧开水，加入调味包，晚餐就完成了。他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选择。他避免红肉，不吃洋芋片，也不喝汽水。那么，面条能有多大的危害呢？真相在一次例行健康检查中揭晓。他的血压稳定，血糖正常，但肾脏检查结果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。他的肌酸酐症在上升，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滑落到慢性肾脏病第2期的边缘。当医生询问饮食习惯时，有一个习惯特别突出：每周吃3到4次泡面。这种模式重复了好几年，正在悄悄地给他的肾脏带来压力。泡面以高钠著称，很少人知道它们还含有特定基对苯二酚，这是一种用来保持油炸面条稳定保存的防腐剂。监管机构允许极少量使用，但经常食用泡面的年长者可能无法有效清除这种化学物质。研究显示，特定基对苯二酚可能引发氧化压力 DNA 损伤，以及肾脏精密过滤系统的细胞毒性。在动物实验中，高摄取量甚至导致肾小管退化。对于像李建国这样的年长者来说，每包泡面都增加了负担。他感到震惊，危险不是来自汽水或洋芋片，而是隐藏在他最信任的食物中。但小小的改变扭转了局面。在医生的指导下，他开始用新鲜面条煮简单的汤，加入从当地传统市场买来的蔬菜，并且不再使用调味包。6个月内，他的肾脏数值稳定了，他感觉更有力气，也重新获得了带孙子散步的经历。教训很清楚，看似无害的食物可能带来隐藏的代价。泡面可能很方便，但防腐剂和钠会造成长期压力，是老化的肾脏无法承受的。阅读标签，减少包装食品，并选择更新鲜的选项，可以带来全然不同的结果。李建国的故事证明，改变永远不会太迟。来自高雄的68岁林美玲，一生都爱吃甜食。退休后，她喜欢和孙子们分享软糖和果汁饮料，这只是糖果而已。她想，一点颜色不会有什么伤害，
但随着时间流逝，他注意到脚踝肿胀和异常疲劳。他的医生安排了血液检查，结果显示他的肾功能正在下降。尽管血压控制得很好，林美玲感到困惑，开始回顾自己的习惯。就在那时，她意识到色彩鲜艳的零食在她一周中出现的频率有多高。人工食用色素，如红色40号、黄色5号和蓝色1号，都是从石油衍生物制成的合成化学物质，它们存在于糖果、汽水、谷物，甚至低脂零食中。这些色素不提供营养，没有能量，没有维生素，只有颜色。然而一旦被摄入，它们必须被处理和排泄，为已经老化的肾脏增加了工作量。对于年长者来说，每一个种不必要的化学物质都是额外的负担。研究显示，像柠檬黄这样的色素可能增加血清、肌酸、肝，并在动物实验中损害肾脏组织。它们产生自由基，引起氧化压力。这个加速慢性肾脏病的机制相同，人体研究有限，但生物机制是明确的。而且因为年长者的肾脏过滤速度较慢，频繁摄取时风险就会放大。林美玲感到震惊，她对盐和糖一直很小心，却忽略了那些看似无害的色素。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她停止食用人工染色的零食，改吃新鲜水果、黑巧克力，以及用柠檬调味的气泡水。几个月内，她的肿胀减轻了，精力也恢复了。这不是魔法，这是移除了每天对肾脏造成看不见的压力源的结果。她的故事说明，危险往往不在于您尝到的味道，而在于标签背后隐藏的东西。人工色素可能让食物看起来有趣，但对于老化的肾脏，它们造成了无声的伤害。阅读成分表，避免霓虹色食物，并选择天然替代品，是保护肾脏健康的小步骤。对林美玲来说，这些选择不仅意味着更好的检验结果，还意味着更多与孙子们欢笑的午后时光。来自台南的74岁王志明，喜爱酥脆的食物，周日与家人的晚餐常常包括炸鸡或刚出炉金黄酥脆的饼前。对他来说，这个种酥脆感令人感到安慰，让他想起母亲的料理。但去年在一次健康检查中，他的医生注意到他的肾功能下降了。王志明感到惊讶，他不吃洋芋片或加工零食，只吃家常菜。他没有意识到的是，他所喜爱的酥脆口感正隐藏着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糖化终产物。当糖类与蛋白质或脂肪在高温下透过烧烤、油炸或烘焙反应时，就会形成这些物质。梅纳反应让食物看起来、吃起来都很诱人，但它也产生了身体难以排除的有害化合物。一旦糖化终产物进入血液，它们会与受体结合，引发发炎和氧化压力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会损害精密的肾脏过滤器，使血管增厚，并加速疤痕形成。对年长者来说，这个循环尤其危险。老化的肾脏本来就清除废物的速度较慢，再加上多年暴露于糖化终产物，损害就会悄悄累积，
研究显示，高糖化中产物、饮食与更快的肾功能衰退、胰岛素阻抗和心血管问题有关。这些都是60岁之后常见的疾病。王志民不想放弃家庭传统，但在指导下，他做出了改变。他的女儿不再油炸鸡肉，而是用慢炖、锅加香料烹调饼前，不再烤到深色。他们尝试了更清淡的蒸煮和水煮食谱。起初，这些餐点感觉不同，但王志民注意到他的精力改善了，脚部肿胀也减轻了。全家人发现，不需要重度胶合化，食物依然可以美味。这里的教训很简单：金黄色的酥脆外皮馅在吃起来可能令人满足，但它对老化的肾脏带来了隐藏的代价。透过吊枕烹饪方法，如水煮、蒸煮，或在烹调前腌制肉类，您可以大幅减少糖化中产物。王志民的故事显示，保护肾脏不代表失去餐桌上的乐趣，而是意味着用心烹调，这样每一餐都能带来今日的舒适和明日的健康。来自台北的69岁陈淑芬，总是以吐司开始她的一天。几十年来，一片柔软的白吐司配上一点奶油，感觉简单、安全又令人安心。这是她早晨例行公事的一部分。从超市购买，整齐地装在塑胶袋里，她从未质疑过。毕竟，面包是台湾餐桌上的主食，但某个冬天，陈淑芬开始感到持续疲劳。她的检验报告显示肾功能意外下降，她感到困惑。她不常吃油炸食品，也限制了甜食摄取。当医生询问她的早餐习惯时，陈淑芬提到了她每天的吐司。就在那时，讨论转向了一种他从未听过的隐藏成分——溴酸钾。溴酸钾是一种面粉添加剂，用来使面包膨胀得更高，看起来更白，并保持更久的柔软度。它赋予面包那种蓬松、柔软的质地，这是许多消费者所期待的。然而，研究显示它可能引起氧化压力、基因突变，甚至在动物研究中导致肾脏肿瘤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溴酸盐酶有安全阈值，这意味着即使少量反复接触也可能有害。虽然在欧洲、加拿大和许多亚洲国家已被禁用，但在台湾部分烘焙产品中仍允许使用溴酸钾，除非明确标示对于肾脏过滤速度已经较慢的年长者来说，每日摄取会使风险累积。每片超软白吐司看似无害，但内在的溴酸盐为老化的肾脏增添了看不见的压力。陈淑芬感到震惊，她以为自己吃得清淡合理，但她每天的吐司带来了隐藏的代价。在支持下，她改吃标示为无溴酸盐或有机的全麦面包。起初，更扎实的质地让她不习惯，但几个月内，她的肾脏数值稳定了。她甚至喜欢上了那种坚果香味和额外的纤维，这还帮助了消化。这个教训很有力量。有时最普通的食物带来最大的风险。阅读面包标签，选择全麦或石磨品种，并避免溴化面粉，是可以保护肾脏的简单步骤。对陈淑芬来说，这些步骤不仅意味着改善健康，也意味着每次早餐时的心安。对于来自屏东的71岁张志豪来说，
冰凉的汽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在家庭烤肉聚会上，总有一个装满可乐和柠檬汽水罐的冰桶，即使在家里，他也常在下午拿一罐，享受那气泡和甜味，这比喝啤酒好。他告诉自己，但多年来，张志豪注意到更多的疲劳和腿部肿胀，一次例行检验显示他的肾功能正在下降。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：您多常喝汽水？隐藏的危险在于两个罪魁祸首：磷酸和高糖。磷酸添加用于产生酸味，会使磷含量升高到超过老化肾脏所能管理的程度。过量的磷不会无害地排出，反而会累积，导致血管钙化、肾结石形成和肾小管损伤。同时，糖分，尤其是高果糖、玉米、糖浆，带来了另一个打击：长期糖分过量会透过糖化中产物和氧化压力等途径，使肾丝球发炎。这是肾脏的微小过滤器，即使在非糖尿病患者中，结果也是疤痕，形成更逐渐衰退。研究显示，每天喝超过1罐汽水会显著增加慢性肾脏病的风险，而无糖汽水也不是解决方案。人工甜味剂如阿斯巴甜和糖精会扰乱肠道微生物群，进而影响肾脏代谢和血糖调节。对于系统已经更脆弱的年长者来说，这些影响累积得更快。张志豪感到震惊，他以为汽水与酒精相比是无害的。在指导下，他开始用柠檬或小黄瓜调味的气泡水取代可乐，并在家泡冰草本茶，减少摄取并不容易。但他每周替换1罐，几个月内，他的肿胀减轻，精力改善，肾脏数值也停止下降了。他没有放弃气泡感，他只是找到了更安全的方式来享受它。结论很清楚，汽水可能短暂提升，但它们留下持久的伤害。选择水、无糖茶或天然气泡替代品，可以保护老化的肾脏。对张志豪来说，这个简单的转变意味着有更多精力与孙子们享受周末，而不必担心杯子里装的是什么。来自新北的66岁杨雅慧认为自己正在做更健康的选择。在被告知要注意糖分后，他用龙舌兰糖浆代替白糖加在咖啡里，并购买了自豪地标示味高纤维的全麦早餐麦片，天然且对心脏有益。他相信，但几个月后，他感到异常疲倦。检验报告显示肾功能下降。困惑的他问道：如果我吃得很健康，怎么会发生这个事？龙舌兰、糖浆被宣传为更好的甜味剂，但现实令人不安。它含有高达90%的果糖，远高于白糖，甚至高果糖玉米糖浆。与葡萄糖不同，果糖的代谢方式不同，会迅速耗尽细胞能量并提高尿酸。这个过程会使肾脏组织发炎，并加速过滤单元的疤痕形成。对于抗氧化防御已经减弱的年长者来说，影响会被放大。看似天然的东西，实际上可能对肾脏有毒。然后是加磷散，一种常用于非有机谷物，如燕麦和小麦的除草剂，痕迹常常残留在早餐麦片中。虽然最初设计用来杀死杂草，但加磷散已被羽肾毒性粒线体破坏，甚至在农业地区发现的慢性肾脏病
形式联系起来，依赖大麦厂平价麦片的年长者，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每天暴露于这种隐藏风险。杨雅慧的一生解释了这两种危险，震惊之余，他开始用少量甜菊糖和罗汉果糖取代龙舌兰糖浆，他改吃标示为无加磷锶的有机燕麦，有时从好事多添加莓果和坚果来增加片化，几个月内他的精力改善了，肾脏数值也稳定了。他没有放弃甜咖啡或麦片早餐，他只是学会了不同的选择方式。他的故事凸显了一个重要真相：天然标签可能会误导人。龙舌兰糖浆和传统麦片看似无害，但合在一起却对老化的肾脏造成看不见的压力。阅读标签，选择有机谷物，并避免高果糖甜味剂，是能带来持久保护的小步骤。对杨雅慧来说，这些步骤不仅恢复了她的健康，也恢复了她在早餐桌前的信心。您现在已经发现了7种在60岁之后可能悄悄损害肾脏的日常食物，从用特丁基对苯2酚保存的泡面、色彩鲜艳的糖果和麦片，充满糖化中产物的酥脆油炸食物，到含有溴酸钾的柔软白面包、含磷酸的含糖汽水，甚至像龙舌兰糖浆这样的天然选择，以及含有加磷锶的传统麦片，每一种都看似普通，却带有隐藏的风险。事实是，肾脏损伤很少，会用疼痛或早期症状来宣告自己，等到肿胀、疲劳或检验结果出现时，大部分伤害已经造成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如此重要。这些食物可能是台湾厨房和文化的一部分，但对于老化的肾脏来说，它们代表着日复一日累积的无声压力源。但这个里有令人充满希望的部分，小小的改变创造强大的结果。李建国减少了泡面，林美玲放弃了色彩鲜艳的零食，王志明学会了更温和的烹饪方法，陈淑芬换了面包，张志豪减少了汽水，而杨雅慧选择了更好的甜味剂和谷物。他们没有一个成为完美的饮食者，他们只是用更安全的选择替代了有害的选择，而他们的肾脏做出了回应。您也可以做到，从一个替换开始，阅读一个标签，在每餐前问自己，这对我的肾脏是有帮助还是有伤害？每一个用心的选择都是给未来健康的礼物。如果这部影片让您更清楚了解，请与您爱的人分享。60岁之后保护肾脏，健康不是关于限制，而是关于智慧和关怀。别错过我们的下一部影片，我们将揭露真正能疗愈和强化肾脏的食物，让您可以享受更多年的活力和自由。